演得又唱得。經典電影《倩女幽魂》4K 復修版將於3月21日在內地重映，紀念首映38週年，曾拍攝《倩女幽魂》系電影第二部《倩女幽魂2：人間道》的張學友曾於1991年得數個金像獎提名，成為當年金像獎歷屆入圍名最多的演員。張學友在歌唱事業最巔峰的時，終獲獎無數，於全球多個地區均大受歡迎，令他為4大天王及獲封為歌神。《倩女幽魂2：人間道》為女幽魂系列電影的第二部，演員除了王祖賢、張榮、伍馬、劉兆銘外，加入了張學友、李嘉欣、李子雄、勸中飾演年輕道士之秋的張學友演技甚好，他深得觀眾愛戴。他亦為電影演唱主題曲《人間》。1991年，張學友憑《喋血街頭》提名最佳男主角，同時亦《倩女幽魂2：人間道》及《笑傲江湖》提名最佳男配角，為該屆最多提名的男演員，演出過逾60部電影的學友戲路甚廣，不但演技獲得好評，亦具備極高票房號召力，是圈中一位非常優秀的演員。除了戲外，張學友推出過多首音樂作品、專輯及演唱等，曾於各大音樂頒獎禮上橫掃美國 Billboard 頒獎典禮、最受歡迎亞洲藝人大獎、10大勁歌金曲頒獎典的最受歡迎男歌星、香港電台10大中文金曲最榮譽的金針獎、4台聯頒的 IFPI 唱片銷量大獎等多大獎，奠定歌神地位。今年2月，張學友在海口圓滿成張學友60巡迴演唱會的第218場演唱會，同時也是歌唱生涯40年來的第1000場個人巡迴演唱會，成有史以來首位巡迴演唱會場次突破1000場的華歌手。